来，东突厥斯坦各地不断面向中国招聘教师、警察等人手，且降低门槛，给予高薪福利。外界质疑，大量维吾尔人被投入再教育集中营后，或直接引发当地师资力量紧缺和对警力的加大投入。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押接受再教育，他们的孩子被关在只有汉语授课的学校里学习。有报道称，中国政府鼓励汉族人移居到东突厥斯坦，这些汉族移民在孤儿院就业，并进行汉化教育。根据东突厥斯坦时报援引乌鲁木齐教育厅的报道，通过新建改扩建4408所农村办公幼儿园，全区共有幼儿园7778所，区幼儿园教职工9.22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95万人。中国当局将数百万东突厥斯坦人关押在集中营以后，无辜的儿童被送入所谓孤儿院名义下的童话中心。好党议员伊布拉辛伊拉勒奥拉尔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讲话中提到了遭中国当局强拆的清真寺。此前，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报道了东突厥斯坦许多清真寺因各种原因遭中国当局强拆。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透过比对卫星影像确认，位于东突厥斯坦玉田县的艾提卡尔清真寺于2018年初从谷歌地球上消失。根据张文少提供的信息，该清真寺建于1237年，有超过800年的历史。土耳其可尼亚和喀拉曼举行了东突厥斯坦会议，东突厥斯坦教育协会秘书长阿布莱提阿卜杜热赫曼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与此同时，加齐安塔普大学民间知识学生会举办的以东突厥斯坦语言、文化艺术和文学为题的活动上，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文化，并关注了今天的局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完全取决于华盛顿的未来态度。据朝鲜机构朝中社称，金正恩表示，他的国家将为与美国进行核谈判的任何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本周，这位朝鲜领导人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并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撤销在武器贸易条约上的签字。特朗普在26日举行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年会上说，武器贸易条约是个严重误导的条约，美国将撤销在该条约上的签字。第67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用于监管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的武器贸易条约。斯里兰卡当地媒体称，警方已在卡尔木奈市安帕拉地区报告了3起氢爆炸事件。当地媒体还表示，警方已开始在预防领域实施宵禁。